拜五就要围炉过年咯，讲要搁开始反寒咯。气象署讲，明仔载后日大后日，也就是拜三、拜四到拜五的围炉，天气拢会是湿湿冷冷，北部甲东部会落降到15度，初一到初三是大冷，初四各地温度才会慢慢回转来。 一大早就有不少的民众买热腾腾的挂包，因为接下来整个天气呢都会冷飕飕，从7号开始一路到除夕，您都会感觉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。天气这寒，看到水烟一直冲出来，会感觉真温暖。不过过年恐惊拢是湿冷的天气。 今天是东北季风增强，那这一波冷气团在小年夜一直影响到初一，而接续呢初二、初三之后呢，冷高压还是在华中这一带，冷气团的影响会持续到初三。 今日只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北部、东部16到19度，华东地区20到24度，中南部是24到27度。明仔载冷气团落南，北部、东部估计降到15度，华东地区、中南部气温拢会明显的降低。7月冷气团的继续影响，将会寒到初一，北部、东部恐惊只剩11、2度，沿海地区甚至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。 小年夜到除夕这段时间，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可能，那水汽也是比较多。那这段期间温度也正在下降，所以我们预估可能在中部以北3000到3500以上的高山下线啊，然后雾凇，或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下雪的几率。 是讲为11初2开始到初三，冷气团虽然讲继续影响，不过到初4就会慢慢减弱。新元情人节气温就会回升，差不多会升5度至10度。天气多变化，咱有回乡亲好朋友爱穿好伤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